大家好，我係阿澤。今集咧同大家講呢一個新世代嘅呢一個嘅三五成群啊。嗱，咁啊有一個13歲嘅女童啦，咁就係疑似咧就幫朋友出頭，咁啊得罪咗啲古惑仔啦。咁啊聖誕嗰晚咧，咁啊居然係俾人哋綁架喎，仲強姦喎，影相喎，黐撚線喎。咁咧4名男女，咁就係俾人裁定咧就罪名成立㗎啦啊。咁咧案件咧原本咧就會喺呢一個14號喺高等法院判刑嘅，咁但係由於咧嗰個女童嘅創傷報告未完成啦，咁咧案件咧就係押後去到12月2號咧先至判刑嚇。嗱，咁被指係案件首腦外號四條哥嘅首被告案發嗰陣時應該好細個嘅啫，應該可能15、16歲嘅啫，即係可能都係大過靚妹幾年咁樣啦。嗱，咁咧法官張慧玲就話呢一個四條咧就係罪魁禍首，話案情嚴重又玩剝衫又影相，但條靚妹得13歲，即係兒童色情啦，屌你老母！嗱，咁咧呢條撚樣四條咧就會面對咧係10年嘅監禁就至少咧都係會判囚7年，就話冇可能咧俾佢擔保出去嘅咁咧，但係咧就答應咧就俾佢攞呢個醫療報告咁全部嘅被告咧就繼續還押咁還押下都好嘅，咁你有得扣噶嘛，係咪因為如果你判多過7年嘅，即係都唔係拍你3C啦，係嘛？你咧高院富有得應該減下嘅，你依家拋緊都，不過可能未處理好啲身後事係嘛？咁4名被告，陳雲峰20歲，案發嘅時候讀 Form 2，呢單案發生2021年12月嘅，咁而家係25年啊嘛，係咯，咁就幾年前啦，2、3、4、5、4年前，4年前咁我諗佢應該16歲到啦，呢個四條，咁但係可能留過班，所以仲讀緊 Form 2啦，咁都正常啦，係嘛？咁咧佢就嗰陣時都係16歲話已經叫四條哥咁樣惡啦。咁呢個林佑晴咧就而家先19歲做跟車嘅，李佩儀18歲而家，張浩倫20歲。嗱，咁呢4個人咧都係同被控大撚壇被控咩綁架啦、襲擊啦、製作兒童色情物品3條罪咁咧陳咧仲係單獨咧被控一項強姦罪即係佢唔單止影人裸照，唔單止打人，唔單止綁架，仲玩強姦添咁你一強姦上高院㗎啦，唔撚使講㗎啦。嗱，咁咧案發生喺2021年12月25號至26號嘅，就喺尖沙咀山林道某一個嘅單位咁撚霸道夾人哋上去嗱，咁咧呢一位嘅受害者 X 咧，咁就係未有出席嗰個創傷報告嗰個會面嘅，咁所以都未完成啦嗰個報告。咁控方透露咧，女事主 X 咧未有出席早前嘅會面，將會安排之後再同佢會面就可以睇下11月28號完唔完成到嗰個報告咁樣咁所以法官又再將呢壇嘢再押後咁樣啦。其實女事主都隔咗咁多年咧，你未知佢想唔想告㗎，因為發生咗咁多事係嘛？可能人哋都唔想面對呢啲嘢。咁但係你問我，當然就要將呢啲咁樣嘅歹徒繩之於法啦，唔使講㗎啦。咁咧法官咧另外向解聘律師嘅被告陳雲峰即係呢一個強姦人嗰個啦，咁話收到佢嘅信件就強調咧你想後判期間保釋咧係唔可行嘅，因為咧你係案中主腦、罪魁禍首，就話除咗強姦罪之外咧都有其他罪名啦，案情咧包括剝人衫影相咁所以咧就話佢要面對好多年嘅監禁啦，嗌佢有心理準備啦咁但係又話而家都未有定案嘅嗱，咁咧四條哥咧就話咧還押緊嘅時候咧尋找案例有困難，咁法官咧回應就話啦，咁原本咧你已經有代表律師㗎啦，咁但係律師係俾你炒咗，係你自己攞嚟嘅，就嗌佢努力揾案例咁此外咧法官咧就係應翻佢信裏邊提及嘅情況咧，幫佢攞醫療報告，咁但係表明唔會公開佢嘅情況咁樣你仲要揾乜嘢案例啫？你屌你老母有監就坐啦，屌你老母都罪名成立，仲揾咩案例
黐撚線嘅，有監你就坐，屌你冇睇下求情認罪，睇下可以減幾撚多好撚過啦。但係而家你都冇啦，你而家係俾人判咗罪成㗎咯喎，都唔關認唔認罪事，係睇下判幾多㗎啫喎。嗱，咁案情係點樣咧？成個古仔就話咧，案發嘅時候咧，呢一個受害者啊，係一個妹妹啦，13歲乳鴿啦，嚟自單親家庭。咁啊，升中學之後咧，就喺網上面識到一班朋友啦。咁當中有人就係呢啲咁樣嘅黑社會成員啦，嚇。咁咧呢一位嘅妹妹咧，曾經同呢一單案嘅另一位被告19歲嗰個啊，就叫林有情，阿熊貓啊，就拍咗拖幾日啦，分咗手噶啦。同第3被告咧都係互相認識嘅，而第4被告咧就係首被告啲靚嚟嘅。OK，嗱咁啊，案發咧大概前10日啦，嚇。咁咧 X 嘅一名女性朋友啊，即係呢一個受害者嘅一名女性朋友，就俾咧首被告啊阿四條哥啊，就被逼參與仙人跳嘅騙局喎。我嗰陣時16歲就已經搞呢啲仙人跳騙局㗎啦！屌你老母，我16歲都喺條村度同人哋打下交咋！屌你老母真係唔撚同級數喎！啊呢啲嚇，屌你10大傑青嚟㗎呢啲，做撚到嘢㗎喎！嗱咁咧呢條撚樣咧嚇。即係阿四條哥咧就逼一個女仔就去玩仙人跳，即係再咁捉人黃腳雞咁樣啦。咁阿 X 就覺得喂，你冇理由嗌我個 friend 做啲咁嘅嘢嘅喎，話都幾有義氣喎，10幾歲靚妹，咁啊幫個 friend 出頭啦。咁咧就俾呢一位咧阿四條哥咧就話喂，你搞到我唔見咗2萬蚊喎嚇，搞到有條女唔嚟幫我做呢件事，咁咧就要阿 X 還錢，即係要受害者還錢。咁啊聖誕節當晚咧。呢個一個妹妹咧就俾人哋綁架咧，去到呢個山林道嘅單位度。佢喺個單位裏邊咧，俾阿陳雲峰咧10幾條僆咧包圍住，又逼佢咧除衫啦，拍低個過程啦，喺眾目睽睽底下咧就係裸露身體啦，咁亦都係俾咧阿四條哥啲僆咧輪流拳打腳踢，又用茶啦，啤酒啦，淋佢個頭，哇！屌你咁撚兇狠，你咁撚細個已經，屌你老母！我哋都冇撚試過咁樣打細路女喎，屌你老母黐撚線㗎，呢啲撚樣惡撚鳩㗎喎，真係要重判我覺得，呢啲人係個腦彎撚咗喎已經，同埋佢哋上面嗰啲人點樣教㗎？屌你老母，好撚有問題喎，教到啲小朋友咁樣嘅，屌你老母16歲已經咁撚樣喎，呢真係壞事做盡㗎咯，16歲已經黐撚線㗎喎。癲撚到3、5成群喎，嗱咁都未夠啊！即係前面呢啲已經好撚癲㗎啦，後面仲撚癲。咁啊，呢一個嘅呢個僆仔啦，阿四條哥，咁咧就再帶到咧阿 X 去附近嘅酒吧飲酒喎。我又唔明喎，你已經打得完佢一鑊，又逼佢脫衣又影低過程，再帶佢去飲酒，真係點啊？乜撚嘢玩法啊？咁咧帶佢去附近飲完酒之後咧。又咧滴翻佢去個單位度，就滴咗佢入房，就逼呢條靚妹咧幫佢含撚同埋強姦咗佢啦，又咧拍片就要呢個13歲妹妹講就話我對唔住四條哥咁樣，就話要喺30號之前咧就還翻2萬蚊數俾四條哥。嗱咁咧呢條撲街仔阿四條搞完嘢之後咧，係強姦完佢之後咧就俾咗1嚿水去搭的士翻屋企咁樣啦。咁呢個靚妹咧翻到屋企咧之後咧，佢阿媽見到你俾人打嚟咁聯絡社工，最後揭發事件。嗱，即係話咧，佢其實係因為打得太撚傷可能見到佢屌你頭破血流或者見到佢塊面傷撚咗人哋阿媽先至係嗌社工報警嘅。如果唔係分分鐘條靚妹咧未必報警嘅。好多呢啲咁樣嘅細路女咧都會因為驚冇得再出街玩跟住就會係不了了之件事所以咧我係有一個好強烈嘅理由係相信咧，呢一個四條哥咧唔係第一次做呢啲咁嘅嘢同埋咧呢啲一定要重判，因為佢咁細個咧就已經咁兇狠咁撚黐線即係做嘅嘢已經話好撚黐線已經係好撚無良已經係冇咗個人性喺度。即係你話如果有啲人咧，佢可能再大個啲咁樣，佢可能已經受過好多歲月嘅摧殘經歷過好多嘢，好多創傷，好多傷痛之後佢去做呢啲咁樣嘅壞事當然都係唔啱啦。咁但係你唔會諗一個16歲嘅僆仔，屌你老母可以癲得到咁嘅地步㗎嘛？我都覺得係要重判嘅呢單嘢，太撚離譜啦！即係你話人哋搞鳩你，搞到你跌咗錢係嘛？咁你屌你老母係咁依打翻鑊咪算咯？你搞到又影裸照，又打又強姦咁樣，屌你老母又逼含撚咁樣，都唔撚知想點
係嘛？即係無法無天嘅呢條友，係嘛？咁啊睇下法官點樣重判啦，係嘛？咁啊今集咧差唔多啦，關於呢一單嘢都非常之犀利嘅，呢條友黐線嘅。咁啊講到嚟呢度冇咩特別，鍾意節目訂閱翻頻道，咁啊下次見啦各位網友，拜拜。